Hello，大家好啊！嗱，咁今日咧打算同大家開箱同埋介紹 Insta360最新出嘅運動相機 Insta360 X6。咁啊，作為品牌咧第6代嘅360運動相機，究竟比上一代 X5 有啲咩升級嘅地方？今日呢條片咧就打算同大家咧詳細講下同埋測試一下嘅。咁但係啦，如果要講晒每一個升級嘅地方咧，呢條片咧就會變得非常之長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就打算咧集中講5個對於我嚟講最有用升級嘅地方啊。咁第一個最明顯嘅升級咧就係 sensor 方面啦。咁而家用到1.1寸嘅 sensor， 咁啊有效咧提升呢個畫質同埋夜攝嘅功能啦。咁第二個升級咧就係佢有更加之強勁嘅 AI 晶片啊。咁其實咧，之前我買相機咧都冇乜特別去留意呢個晶片方面嘅。咁但係大家要知道，一部相機其實拍出嚟嘅影片咧，基本上都係經過相機做後製先至俾你睇到嘅。咁所以一個強勁嘅晶片咧，其實喺後製影片方面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幫助到嘅。例如影片上邊嘅一啲降噪啦，360相機拍出嚟嘅影片點樣去做拼接啦，或者佢裏邊嘅色彩或者防震呢啲每一個方面咧，其實都係要經過晶片去做處理嘅。咁所以一個強勁嘅晶片咧，可以將你嘅影片拍出嚟整得更加之靚，同埋當佢後製嘅時候咧，需要嘅用電量咧就會更加少，間接咧就會令到呢部相機咧嗰個續航力咧更加之強勁嘅。咁而另一個升級咧，對於我嚟講都係幾重要，就係而家有更加大嘅電池，續航力變相咧提升咗非常之多啊！因為有時候咧帶呢個360相機咧出去踩單車咧，你都唔想喺休息嘅時間或者突然間要停車咧去換電嘅。咁而家有咗更強嘅續航力咧，就唔需要擔心咧電力唔夠啦。咁買呢個 bundle 嘅套裝咧，包咗2粒嘅電池，基本上咧就夠晒咧1日嘅使用噶啦。咁而最後一個升級咧就係呢個 screen 方面啊。咁而家咧呢個 X6 咧用咗呢個 OLED 嘅 screen。咁其實咧之前咧我對於呢啲運動相機嘅 screen 咧都冇乜特別大嘅要求嘅。咁但係自從入手咗呢個 Lura Ultra 之後咧，因為佢都係用呢個 OLED 嘅 screen 咧，就見到有明顯嘅分別。咁啊之前用 LCD 嘅話咧，喺如果日頭太晚太陽嘅時候咧，未必睇得咁清楚個 mon 啊。咁而家用咗呢個 OLED 嘅 screen 之後咧，喺日頭就算好晚太陽望落去 playback 翻啲影片嘅時候都非常之清晰。咁所以咧而家嘅我咧，其實對於運動相機用一啲乜嘢嘅 screen 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咁好啦，咁講咗上邊啦5個對於我嚟講最有用嘅升級之後咧，而家同大家做一個快速簡單嘅開箱。咁之後就同大家咧出去外邊真係測試下呢部相機俾大家睇下嘅。好，咁而家咧就同大家開箱啦。嗱，呢套咧就係 Essential Bundle 嘅套裝，咁啊睇下裏邊咧有啲乜嘢。咁首先而家見到有支 114cm 嘅 selfie stick 啊。咁呢支 selfie stick 咧同我之前所擁有嘅咧有少少嘅唔同喎，有呢個金邊喺側邊喎，幾得意嘅喎。咁一陣間咧再同大家咧打開睇下。咁啊總之同我之前擁有嘅 selfie stick 咧有啲唔同。咁啊又係啦，睇咗呢個本尊先。嗱，咁頭先唔記得同大家講啊，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最有用嘅升級咧，就係 size 咧係比之前嘅幾代唔同嘅360運動相機咧都係細咗好多嘅。而家個相機咧係變咗咁樣肥肥矮矮咁樣啊！打開呢個保護套俾大家睇下。嗱，而家係咁樣嘅。咁我之前咧其實咧有唔同嘅360運動相機啦，因為咧輕便同埋 size 方面咧，最後咧其實我係只係 keep 咗咧而家手上呢一部咧 X4 Air 啊。其實好簡單，因為就係貪佢細部，有時出去踩單車或者旅行咧都好方便。嗱，咁而家睇下啦，嗱，佢對比之下咧，比呢個 X4 Air 咧就更加之短啊。雖然咧佢係比較肥咗，咁但係咧佢嘅機身咧就比呢個 Air 咧就更加之短。但係須知咧呢個 X4 Air 咧其實係呢個 X5 咧嘅一個閹割版啦，即係一個簡單嘅版本。咁但係呢個 X6 咧俾到你嘅功能咧係比呢個 X5 更加強勁啊！咁所以咧呢個對於我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升級嚟嘅。嗱，咁而家咧就睇下呢個 X6 嘅機身啦。咁啊見到前邊呢度咧有一個非常之大嘅 OLED 嘅 screen 啦。咁另外咧
掣方面，嗱側邊呢度有一個開關掣啦、錄影掣。咁而家錄影掣咧就排咗喺側邊嘅位置。咁而另一個掣咧就係前面呢個位啦，見到有一個掣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自定義嘅功能掣嚟嘅，大家可以喺機身裏邊咧揀翻唔同嘅 function 啦，咁啊擺翻落去呢個掣。依邊呢個咧就係一個 USB-C 嘅蓋啦，咁啊方便俾你充電嘅。咁而另外呢邊咧就會有一個蓋。嗱，咁今代咧同上一代唔同，今代有一個獨立嘅電池蓋啊，咁啊電池咧就收埋咗喺裏邊，好似一般嘅運動相機咁樣。嗱，咁啊呢度咧係一個獨立嘅電池，因為上幾代咧其實個電池咧本身已經係一個電池蓋嚟嘅。咁我覺得咧今代有一個獨立嘅電池蓋咧，應該對於防水方面咧有一定嘅幫助啊。咁另外啦，睇埋呢個鏡頭方面啦，咁啊鏡頭咧都係秉承翻前幾代嘅360運動相機啦，可以自行買套件更換嘅。咁今代嘅鏡頭咧用咗呢個2.0嘅鏡頭啦，咁啊聲稱咧係更加之堅硬嘅。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就冇需要咧用到嗰個自行更換鏡頭嘅組件啦。嗱，咁好啦，咁機身方面咧就睇到呢度先，而家再睇埋有啲乜嘢嘅配件啊。咁啊，另外呢一個咧，相信係保護套啦，係啦，佢有一個咧原裝嘅保護套。咁啊，呢啲都係啦，貼紙說明書 standard 嘢啦。咁啊，有一個保護套啦。咁保護套裏邊咧有一條 USB-C 嘅線，抹布。咁啊，另外咧呢個 bundle 嘅套裝咧就會包咗一個咧。充電啊，充電座啊，哇！呢個充電座都幾靚仔喎，係一個盒嚟喎。哇，點樣開㗎？哇，咁正嘅，有埋線㗎。我仲以為呢個位係乜嘢嚟，原來呢個位咧已經有條 USB 線㗎啦，所以大家咧唔需要帶線啊。即係出去旅行嘅話咧，或者出去踩單車咧，唔需要擔心又要另外加條線，你有帶尿袋就得啦。去內置咧已經有條線，哇，正喎！咁跟住睇下先，嗱裏邊有埋一嚿 extra 嘅電啦，咁啊同時咧可以插到2個電池嘅，擺到2個電池入去插電嘅。咁啊 size 都係好細嘅啫，嗱大家見到。咁啊所以咧呢個 bundle 套裝咧大概就係有咁嘅嘢啦，一支 selfie stick、充電器裏邊額外嘅電池、保護套、呢個鏡頭保護嘅直膠罩，咁同埋機身。咁啊，而家咧簡單嘅開箱就嚟到呢度啦，唔講咁多，快啲咧激活咗呢部機，充埋電，即刻同大家咧出去啊試下部機。咁之後咧仲發現咗咧，其實原來除咗啲實體件之外咧，佢而家咧整咗呢個虛擬嘅掣啊。咁喺前邊呢2個位置咧，其實如果你撳大力少少咧，佢就已經咧好似代替咗一個掣咁樣，又係一個咧非常之得意嘅 function 嚟嘅。咁啊慳咗啲位咧，可以咧利用埋個 screen 做一啲咧實體嘅鍵咁樣啊。咁首先咧就同大家咧睇下夜景拍攝出嚟嘅效果啦。咁呢個 X6咧，因為有更大嘅 sensor 同埋更強勁嘅晶片咧，喺夜景拍攝出嚟嘅效果咧，見到個畫面係非常之乾淨。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幾明顯嘅升級嚟嘅。咁就算咧去到更加暗嘅室內環境之下去拍攝咧，個表現咧都係非常之出色嘅。咁同時咧，俾大家睇埋單鏡頭模式之下拍攝出嚟嘅效果。咁呢個咧就唔需要返到屋企再做任何嘅後製，相機好似一般嘅運動相機一樣，直接 export 一個 MP4 嘅 file 俾你。咁睇完 Pure Video 拍攝模式之後呢，而家就睇埋日間嘅拍攝表現。
咁之後咧，亦都可以睇下喺高反差干線嘅情況之下，呢個 X6 嘅動態範圍表現。咁最後咧會試埋呢個 InstaFrame 2.0嘅 function。咁其實咧呢一個 function咧喺之前嘅 X5 嘅時候已經有㗎啦。咁但係 X5 嘅時候有一個限制，當你拍攝 4K 30格嘅平面畫面嘅時候咧，係唔能夠同時 backup 咗去 8K 360嘅影片嘅。咁而家今代 X6 就突破咗呢個界限。咁簡單講，呢個 InstaFrame 2.0咧就係將你嘅360相機變成一部雲台嘅相機啊。咁見到啦，喺雲台設定方面咧，同一般嘅雲台相機冇特別大嘅分別。咁當你將呢個 X6咧裝咗上去呢個原裝出嘅摺疊自拍棒之後，再配合埋雲台控制嘅 joystick 模組，咁基本上操作起嚟咧，同一般嘅雲台相機完全冇分別。可以利用佢嘅 joystick 咧控制畫面上下左右，同時可以控制開始同埋暫停拍攝，咁非常之方便。咁而家咧就利用呢個 InstaFrame 2.0去做一啲追蹤嘅拍攝，咁基本上咧就將呢個360嘅運動相機變成一個冇死角嘅雲台相機啊！咁頭先都有提過啦 ，X6 喺用 InstaFrame 2.0嘅時候，除咗拍攝 4K 30格嘅平面畫面之外，亦都可以同時保留 8K 360嘅畫面。翻到去如果唔滿意出嚟嘅效果，可以咧將360影片放入 Studio 裏邊後製。嗱，咁測試完咧呢個 Insta360 X6 咁多唔同嘅拍攝功能之後咧，希望都幫大家決定究竟值唔值得大家去入手或者升級我而家手頭上揸住嘅呢一部 Insta360 最新出嘅360運動相機 X6 啊！咁好啦，咁今日呢條開箱同埋測試嘅影片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如果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呢條影片嘅話，都希望你右下角個位置按一下 subscribe button， 同埋 comment、like、share 條影片啦。好啦，咁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啦。拜拜。